气和发狂的笑声中，小孩子感到越来越热，越来越闷了。他头上痛得像要裂开一样。他觉得有人在用脚踢他的头，有人在用斧头劈他的头，有人在用斧头对准他的眼睛。他摇晃着脑袋，急得想躲开。他热得浑身无力，忽然像要落进了一条冰冷冰冷的河里。他变成了一条鱼，身体、尾巴、鳍都是鱼的，只有头仍旧是自己的，而且仍旧痛。他在寂静的、黑暗的、清凉的水里游了起来，并且想，他要永远做一条鱼，再也不会到山里去了。我不会去了，他对自己说，还是做鱼好，还是做鱼好。对了，有一回他讲过，印度人相信一种学说，说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就转移到另一个活物，随便什么活物，甚至是蚂蚁身上。那里的人认为，每个人生前要么是只鸟，要么是头野兽，或者是什么昆虫。因此，印度人认为杀害任何动物都是罪过。在路上，哪怕碰见一条眼镜蛇，也不能惊动它，而要鞠个躬，绕开走过去。世界真是无奇不有，谁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？世界太大了，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。